你信唔信啊？160零萬就可以買一棟位於薈萃新莊嘅聯排別墅。別墅親積面積178平方，係新層結構4房2廳新圍嚟嘅。呢度一入嚟呢，就係一個私家花園嚟嘅嚇。呢個花園面積大概係70-80平方斗啊，非常方正實用啊！你睇呢個外牆配置都非常現代時尚嘅嚇。別墅而家係毛坯狀態嚟嘅。OK， 我哋到嚟睇下嗰個戶型結構點樣。而家我哋個位置就喺呢棟別墅個新樓啦，呢個就係嗰個露台，露台大概有30平方咁上下啊。你睇下周圍啲環境都係別墅嚟嘅，非常優越嚇。你睇下邊附近就係優越商圈，2分鐘唔到優越城噶啦，開車10分鐘唔到珠海華發商都。旁邊仲有個南華醫院就喺旁邊，所以交通配置非常好嘅。OK。對呢棟別墅有興趣嘅，隨時聯絡我小間哥，實地帶你睇樓。